臣宋凌霄参见皇上。免礼，都退下吧。是。来，快起来！这么多年不见，让舅舅好好看看大外甥。哼，你小子长大了。哼。对了，你母亲在江南一切可好？劳陛下挂怀，母亲一切安好。临行前还叮嘱了儿臣向皇上转达问候，愿皇上龙体安康。真好着呢。凌霄，正如信中所言，近年来后宫子嗣频繁夭折，朕一直暗中调查，仅发现此事可能与太医院有关。太后和皇后身居后宫，一举一动备受瞩目。若让他们调查此事，必定会打草惊蛇。朕思来想去，这件事只有你最合适。你虽不通岐黄之术，但机敏过人，扮作医官潜入太医院，定能探出些蛛丝马迹。陛下放心，臣定竭尽全力，早日查明真相。切记，行事务必要小心谨慎。若有任何消息，可随时向朕汇报，切不可掉以轻心。赶紧都把床铺好啊！会不会铺啊你？快点儿！开门！都放好。哎，干嘛呀你？我干嘛？开门！哎呀，荣医师，这门好像坏了，你今晚就在外面找个地方睡吧。是啊，这门怎么也开不了，明天我就找人来修啊。这才叫坏。找死！放手！好疼！你干嘛？荣医师，大家同住一个屋檐，你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冬英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吗？你少在这装好。给我出来！你要干什么？哎，放开！放手！你要干什么？荣泽兰，你住手！你快住手！都给我闭嘴！再叫，我现在就把他扔下去！你敢？我要是死了，我家里人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以为我会怕吗？今天谁也救不了你。荣医师，你别闹出人命了！你这样闹出人命，你家人会被牵连的。若真能被牵连，那也不错。我错了！荣医师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惹了我，还想让我这么容易放过你？我荣泽兰脾气倔，
性烈如火。我不惹事，但我也从来不怕事。我来太医院是来学医的，并无心思把时间浪费在你们身上。今日我有言在先，以后井水不犯河水，谁若敢再惹我，他就是下场。荣泽，你竟敢如此张狂，当真以为我治不了你？今天冯大人要跟我们分配差事，真希望能分到一个好差事。我给诸位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太医院的新医官宋凌霄。见过宋大人。今日我就给大家分配日后所负责的事务，你们需谨记，太医院职责重大，不可有丝毫懈怠。是。冯英，你去御药房协助2等医师看管整理药材工作。是。冯医师，好羡慕你啊！刚进太医院就能去御药房看管贵重药材，日后必定大有作为。冯医师将来可别忘了关照我们姐妹。陈红玉、荣泽兰、苏叶、刘清河，你们几个负责院子的洒扫工作。若只是洒扫院子，何时才能晋升为2等医师？冯院判，奴婢也擅长药材鉴别，是否也有机会去药房当差？有些人啊，也不看看自己到底是谁，还想着跟冯医师平起平坐，真是笑。荣泽兰，你还有没有规矩？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太医院还轮不到你挑三拣四。冯院判教训的是，奴婢只是有一事不明，还想请冯院判解惑。说。古云：良禽择木而栖，良医择职而任。太医院设位，是否为选贤任能？是又如何？若从容辩伪一事，冯医师误判，幸得奴婢及时勘证，方免药石之乱。奴婢的鉴药之能，还请冯院判明鉴。冯大人乃太医院副院判，行事自有章法。荣泽兰，你此言可是在质疑冯大人？奴婢不敢。奴婢实乃恪守太医院典章，查伪存真，以正药纲之训。若因循误判而不见，反是陷大人于不义。冯院判是朝廷命官，行事自然遵法守典。荣医是辨药之能，冯英确实钦佩。古人云：“3人行，必有我师。”若能与荣医师同职御药房，一可切磋精进，二则彰显冯院判用人之名。冯英院待3月期满，再由院判们亲考优练，优胜者留在御药房。好吧，既如此，我准你2人同掌御药鉴伪之职，若有差池，一并重惩。是，多谢冯院判，多谢冯医师。今后你我2人共勉。且容你张狂几日，过不了多久，定叫你在太医院永无立足之地。没想到还能在太医院的茅厕里寻到现成的人中黄。想不到，荣医师不仅杂人力，还伶牙俐齿，就连冯大人都被你说得哑口无言，还真是失敬啊！承蒙宋大人谬赞。
这什么东西啊？为何如此车技熏人？拿开！此乃人中黄，由干草装竹筒入粪坑较制而成。虽然气味难闻了些，却是清热解毒的良药。宋大人作为医官，竟然不知，还真是奇怪。哼，人中黄嘛，我自然是知道的。我不过是为了试探你罢了。毕竟，你可是可以女扮男装混进男浴室的人，谁知道你是不是在搞什么鬼把戏？宋大人多虑了，小女只是一介刚入宫的医士，经3审6验才得以进入太医院，家世清白可查。倒是大人您，身为医官，不但会武，医术嘛，倒是有待考究。你入太医院究竟为何，才真是让人费解。荣医师，我奉劝你一句，好奇心太重，可不是什么好事。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，就是我无害于太医院。奴婢知晓了。荣医师，我在你身上嗅到了一股危险的气味。荣医师的尾巴可要藏好了，要是哪天被我抓住，这小命可就不保了。宋大人也一样，我荣泽兰也不是什么柔善可欺之辈。那便最好。雷暴将至，速速将药材收妥，门窗拴牢。若有药材受潮损毁，仔细你们的皮。是。荣泽兰，今日便将你知晓与我争抢，不会有好下场。荣医师，我方才想起我晾在院中的襦裙还未收取，若叫暴雨淋透，明日当值可如何是好？我得回去收一下，这里的草药就劳烦你收拾一下。好。记得关好门窗。哎呀，你们2人来得正好。这天下雨了，我那新裁的襦裙还晾在院中，若被雨淋湿，就得耽误明日当值了。幸好荣医师让我先回去收，就是今日御药房的差事他自己都做了，真是辛苦他了。辛苦什么呀？收拾一下草药能有多累？冯医师，你做事太好心了，可不嘛。快别这样说了，大家都是同僚，快走吧。我也翻查了历年太医院的脉案，妃嫔子嗣的医案记录，皆无纰漏。想来得另寻方向探查了。这雨变大了，还好门窗关得及时，否则这么大的雨刮进御药房，可就大事不妙了。宋大人，又见面了。这雨下得突然，大人手中无伞，如若不嫌弃，可与奴婢共撑一伞。不必，既已尽职，便早些回去休息吧。如此，那奴婢先行告退。丽妃娘娘病重，
急需霍山石斛入药，如今这批药材全被雨水打湿，无法使用。哎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昨夜是何人当值？如此大雨，竟未将御药房窗户关上，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？吴院判、冯院判恕罪。昨日是奴婢与荣医师共职，奴婢因牵挂晾晒的如群先行离开，临行前千叮万嘱，务必要关好门窗。哪料京城竟见御药房窗棂大敞，想必是荣医师忙中疏漏，这才导致药材被淋湿了。啊？不会吧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冯医师此言何意？是说我未关好门窗，致使药材受潮吗？昨夜冯医师同我们一起回的寝室，不是你还能是谁啊？就是啊，我们一同回去的。果然不出所料，这冯英借故脱身，就是为了用这暴雨生事，够现活。哼，雕虫小技，倒不枉我留了后手。昨夜我离开御药房时，门窗紧闭，此事宋大人可以为我作证。宋医官，荣医师说的可是实情？这个嘛，还好门窗关得及时，否则这么大的雨刮进御药房，可就大事不妙了。怪不得昨夜他这么好心，要我共撑一伞。原来后招在这儿啊！人中黄。吴院判，下官昨夜经过御药房，确见荣医师离开时，御药房门窗紧闭，一切安排的妥当。昨夜我在漫案时，见到你是戌时3刻，你是在这之前看见荣泽兰离开御药房的？正是。昨夜戌时末，我离开漫案时，经过御药房时，曾瞧见有人推门进了御药房，那身形……那身形似乎是冯医师。就是他。也就是说，我关好门窗离开后，冯医师你又暗中去打开了？不是我昨天确实是出去过，去的不是御药房，是那个西北角的茅房。是吗？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冯医师平日里习惯用的是公桶，怎的昨夜大雨反而想起去茅房了？我愿意用公桶还是茅房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慌什么？我哪里慌了？你少污蔑我！冯医师，昨夜我关好门窗离开御药房时，我在门窗上挨个涂抹了我刚刚熬制好的白子油膏。慌乱中摸着黑去开关门窗的人，肯定不会注意到。想必此人现在的衣袖上还沾有白子油膏的油渍吧？哎呀，冯医师，你衣袖上这褐黄的油渍，怎么跟我的白子油膏如此之像？冯一，如今证据确凿，你蓄意损坏宫中药材，构陷同僚，你该当何罪啊？师傅，救救我！师傅，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师傅！住嘴！犯下此等罪，还有脸求我？眼下最要紧的是找到霍山石斛。李医官，当真一株能用的霍山石斛都没有了吗？吴院判，都被雨淋了，太医院暂无库存。宫外的药铺能找到吗？罗大人，这霍山石斛本就稀缺，宫外药铺短时间内也难以寻得呀，怕是来不及了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！耽误了娘娘的病情，我们所有人的脑袋都不够砍的。吴院判，丽妃娘娘难受至极，汤药何时送到？吴院判，我或许有办法让受潮药材恢复药效。当真？那你快说。什么？
是谁打湿了药材？如果丽妃娘娘没有及时用药，有个3长2短，我会将此事禀明皇上，定会将此人满门抄斩。吴院判，太医院如果拿不出汤药，耽误了娘娘治病，你们都没有好果子吃。这怎么办？荣医师，荣医师，你真能解决是吗？求你帮帮我，我给你道歉，我错了，我求你帮帮我，只要你能解决药材收钞，让我做什么都行，我求你帮我，我不应该因为御药房只为一时记恨你，我求你帮帮我，对不起，我求你帮帮我行吗？帮帮我行吗？我想死了。吴院判，如果我让霍山石斛重新恢复了药效，可否晋升我为2等医师？这有办法吗？当初偷穿医官衣服闯进南御室，而今又想成为2等医师，他胆子是真大呀！吴大人，眼下救丽妃才是头等大事。荣泽兰，你若解决了药材问题，太医院便破格晋升你为2等医师。谢吴院判。荣泽兰，我警告你，若你失败，耽误了丽妃治疗，不仅要受宫规惩处，还会被逐出太医院。你可考虑清楚了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我需要大量硫磺、木炭，还有火折子。李医官，快速速去办。是。这么想成为2等医师，你到太医院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吴院判，药材已处理完毕，请查看。荣泽兰，硫磺性烈，稍有不慎必成砒霜。你可知《雷公炮笞论》中明言石斛忌火毒？你这般以毒攻毒，若丽妃娘娘服后有个好歹，你担当得起吗？泽兰，你方才所用之法可有何依据啊？回吴院判，这硫磺熏蒸可以有效去除药材中的湿气。霍山石斛受潮，不仅会影响药材本身的药性，还容易滋生霉斑。硫磺燃烧产生的气体可以有效去除霉斑，保证药材的品质，并且这木炭可以吸附原本残留在药材上的硫磺，以免硫磺影响药材的药性。荣医师年纪轻轻，竟有如此见识和手段，敢问此法从何处学来？我学医10载，每月定期都会为百姓义诊，以便积累经验，精进医术。此法是我偶遇一游方神医，从神医处学的。原来如此啊，倒是我孤陋寡闻了，此等巧妙的方法从未见过。那硫磺之毒，你又如何保证全无呢？冯医师，这里可是太医院，聚集了我朝所有最优秀的医官，这验个毒不是什么难事吧？这2等医士肯定是我先进的。灵芝和松油都无变色，这霍山石斛确实不含硫磺毒素。真长啊！荣泽兰成功解决了药材受潮的危机。还真有办法！快，把药方去抓药熬制，给丽妃娘娘送去，一刻也不得耽搁。真好啊！是啊。王英，
你极度陷害同僚，致使药材损毁。身为医师，此等行径罔顾医者仁心，触犯公规铁律，你可知罪？奴婢知罪。罚俸半年，禁闭3日。若再犯，即刻逐出太医院。冯英领判。本官说到做到，即日起，荣泽兰晋升为2等医师。真的晋升了，多谢吴院判赏识。就是啊。叔父，废物！此事你可知错？是叔父，婴儿知错，是我低估了荣泽兰。药材受损，当众处罚。她是什么出身？她只不过是一个被贬医官的妓女，你竟然被她搞到跪地求饶，丢不丢人？在这太医院，要么踩碎别人的脊梁往上爬，要么等着被碾成烂泥。我们冯家的脸面，你要给我挣回来。知道该怎么做吗？婴儿知道。记住，这1等医师的位置，你必须给我拿下。荣泽兰，他必定会成为你的绊脚石，留不得。动手干净些，莫让冯家受牵连。你若连一个小小的医师都解决不了，无能之辈，也不便留在太医院了，滚回家里嫁人去吧。叔父放心。婴儿一定会用他的剑柄，做我们冯家在太医院的祭品。哎，你可听说了？太医院新来了个世家郎君。哼，可不就是那个姓宋的，打从入院起就没见他摸过脉诊，整日里在廊下晃悠。哪里有个医官的样子？听说是走了宫里的门路，这般烂泥扶不上墙，也配穿医官服？就是，荣医师，宋大人何事？恭喜荣医师成为2等医师。荣医师这般步步为营，实在叫我好生好奇。起初我以为你是心怀不轨之人，可我观你这些时日的所作所为，又不似那般心怀不轨。荣医师这般汲汲营营，究竟所求为何？宋大人既已知我并非恶人，何须多问？倒是宋大人你，不通药理之术，却武艺非凡，不识人中黄，却频繁出入脉案室，就连吴院判见到你，亦要礼让3分。我亦想知道，大人到底为何这样？别这么紧张，荣医师。你为太医院解决了难题，救了整个太医院的人命，想来也并非坏人吧？遇事那晚你救了我，药材之事又助我一臂之力。这份情我记下了。宋大人既已知我并无恶意，还请适可而止。若大人再步步紧逼，也休怪泽兰不客气。别这么紧张，我只是好奇，那1等医师的位子究竟藏了什么，让你如此这般去冒险？
还是请大人收起你的好奇心吧。若无其他事，奴婢先行告退。容泽兰呀，容泽兰，咱们来日方长。一天没吃饭了，好饿呀！也不知道御膳房里还有没有能吃的东西。谁在那儿？这人深夜来御膳房，难道跟我一样是饿了？难道是宫女深夜来偷吃东西？听说了吗？昨夜公主失踪，被人在御膳房找到的时候，竟然在狼吞虎咽的吃生肉，还大口大口的喝鲜血呢，这么诡异啊！后来呢？后来公主被送回去之后，情况愈发可怕，整个人像疯了一样，嘴里不停的喊着饿，见什么吃什么，纸张、头发、蜡烛，但凡能拿到手里的，都一股脑的往嘴里塞，拦都拦不住。天哪！我听说公主从小就怕喝苦药，喝药时又哭又闹的。之前给公主熬药的2等医士被丽妃娘娘罚得好惨，现在太医院里的2等医士们都在躲着这差事呢。何止是罚，上个月给公主熬药的2等医士被丽妃娘娘打了20板子，浑身是血的扔出宫去。丽妃娘娘发了话，这次不管是谁熬的药，只要公主不肯喝，直接杖毙。还好我们不是2等医师，不用我们熬药。对。依我看，所有2等医师都得去给小公主陪葬。哪位2等医士能接这差事？丽妃娘娘催得急，不能再延误了。容泽兰，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的，我就不信你还能化险为夷。这位姐姐，容医师她心细如发，做事认真仔细，不如就将这熬药的重任交给她吧。不要，容医师，快接药方啊！凤英，不管你用什么手段，都阻止不了我成为1等医师。怡儿乖，来，听话。公主，请喝药。怡儿乖，把这药喝了，母妃就送你一只想要的皮影，好不好呀？来。我不要，这药太苦了，我不想喝吗？我不要。你们都是怎么办事的？连让公主喝药这点事都做不好吗？平日里吃好喝好的养着你们，到头来都养出了一群废物吗？丽妃娘娘息怒，本宫之前3番5次的告诫太医院，务必给公主熬些不苦的药来，怎么到如今这药还是这般难以下咽？你们太医院是不把本宫放在眼里，觉得本宫好糊弄是吗？娘娘恕罪，求娘娘再给奴婢一次机会。本宫已经给过太医院多少次机会了？来人，把这个熬药的给本宫拖出去，我死里打！丽妃娘娘，求娘娘再给奴婢一次机会，奴婢一定能熬出公主会喝的药。本宫凭什么信你？娘娘，半月前，奴婢在御药房查阅典籍之时，曾发现了前朝传记之中记载，
有解幼童居药之症的方法。眼下奴婢记不太清，恳请娘娘让奴婢回太医院寻找此法。若下次再有差池，奴婢任由娘娘处置。好，若公主再不肯喝药，本宫就先剜了你的舌头。多谢娘娘开恩，奴婢定不负娘娘所望。没事儿。公主此病并非寻常病症，喝药治疗。可是哪有汤药是不苦的呀？有了。你们听说了吗？荣泽兰差点被丽妃娘娘拖下去打死。啊！泽兰她怎么样了？她现在还好吗？泽兰，你怎么样了？你没事吧？丽妃脾气如此跋扈，怎会轻易放过她？荣医师，你这般看着我做什么？冯英，你少在这揣着明白装糊涂，你在算计什么？我一清二楚。荣医师此话何意啊？我实在是听不懂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冯医师可莫要冤枉人，我不过是见你肩上有灰，帮你拍了拍，大家可都看见了。那看来是我误会了。冯医师脸色怎么这般难看？莫不是病了？不如我替你向吴院判告个假。不用。冯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冯医师，听说荣泽兰今日又去给公主送药了。上次丽妃就大发雷霆，这次她肯定又要倒霉了。这次就看她命大不大了。那汤药中早已被我暗中加了黄连，我就不信她还能躲过去。我的命当然大了。小公主没为难你，公主为何要为难我？把这些草药给我分解了。绝不可能，荣泽兰一定耍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，我一定要拆穿他。这药这么苦，看来还是我偷偷放入黄连的那碗。这么苦的药给小公主喝，小公主竟然没有闹，这怎么回事？深更半夜，他来御膳房做什么？他几次在公主喝药之事上逃过一劫，难道与他手中的盒子有关？参见公主。都下去。是。
荣医师，你今日又带了什么呀？真苦。小兰姑娘，劳烦了。公主，你还是喝一点药吧，再这样下去，病情严重了，该如何是好啊？不喝就不喝，你还不快拿去倒了！要是再敢多嘴，我便打你板子，然后把你赶出宫去。公主饶命，奴婢遵命便是。公主，果然还是这些东西最合我心意。妹妹留步。这位医师何事？是荣医师让我来的。荣医师今日不方便亲自过来，特意让我在此处等候妹妹。荣医师知道妹妹爱吃宫外来凤楼的点心，这不特意托人从宫外带回来的，为了感谢妹妹。此言何意？妹妹不要担心，荣医师既然让我在此处等候你，就已把所有的事告诉我。荣医师怎能将此事告知他人？若此事败露，我跟他都会没命的。荣泽兰，你果然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哎，为了公主喝药一事，真是苦了我们这些人了。此事能成功，多亏了妹妹相帮。这点心，妹妹就别推辞了。你去告诉荣医师，不让公主喝药，顺着公主的性子吃蜡烛、纸张这种事是不可能一直瞒下去的，只能暂时拖延。你让他赶紧想想其他办法吧。好，我一定会转达的，多谢妹妹。荣泽兰，这可是你自己找死，就别怪我了。吴元盼，不好了！奴婢发现荣泽兰并没有好好给小公主服药，她将小公主的药都倒掉了，并且还暗中继续让小公主偷偷服用异物。为了太医院全体同仁的安危，还请吴元盼管管她吧。这还了得了？那丽妃娘娘岂是可以随便招惹的？吴大人，事关重大，应立即处理啊！奴婢拜见皇上、丽妃娘娘。荣医师，这段时日你表现不错，多谢娘娘夸赞。为公主殿下治病熬药，是奴婢分内之事。来，一儿。娘娘等等。母妃，这药太苦了，我不想喝。荣泽兰，怡儿为何又不愿喝药了？启禀皇上、娘娘，禀皇上娘娘，殿外吴院判有要事求见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微臣参见皇上，参见丽妃娘娘。吴院判急匆匆来丽妃殿里，所谓何事？回皇上，微臣是为公主的病情而来。最近公主喝了太医院的汤药，病情略有好转，你们费心了。凤英，你将发现的事情禀给皇上和娘娘吧。3等医师冯殷参见皇上、丽妃娘娘。皇上，荣医是欺君罔上，小公主近日以来并未真正服药。此事当真？回皇上，荣医是或许是害怕小公主不喝药，自己被责罚，故而就命侍女小兰倒掉了汤药，还准备了蜡烛、宣纸等异物，让小公主日日服用。小兰，皇上明察，荣医师却让奴婢将汤药倒入花盆，并日日送来蜡烛和纸张让公主服用，奴婢未能阻止，罪该万死。荣泽兰，你竟然敢谋害公主！启禀皇上，求皇上娘娘明鉴，奴婢确实倒掉了公主的药，但奴婢绝无谋害公主之心。
你这个贱婢，竟然敢骗本宫！吴元盼，快来看看公主！公主要是有个3长2短，你们太院都别想好过！来人，把这个胆大包天的贱婢拖出去，给本宫闹个打死！请皇上允许奴婢解释。慢着，陛下，此事或许当真另有隐情，不如听听荣医师如何说。荣医师，你说你并没有谋害公主，如何证明？皇上，丽妃娘娘，公主脉象平稳，病势确实有所好转。怪哉，荣泽兰，你究竟给公主吃了什么？荣泽兰，难道你在宫中行巫术？启禀皇上、娘娘，奴婢给公主食用的只是这些小点心。公公，烦请这位公公帮忙，每日按照这张食谱帮我做一些点心，可好？这不好吧？劳烦公公了。那好吧。怎么又是你？我不喝药，快给我滚出去！我不想看见你。奴婢给公主带来了好玩的东西，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奴婢立刻就走。真的？嗯。那你快拿出来给我看看。奴婢给公主变个戏法，可好？嗯。3、2、1。哇，真是我最爱吃的蜡烛和纸张。好好吃。你是怎么把汤药变成蜡烛和纸张的？快告诉我。天机不可泄露，你们也都要保密，不然这戏法可就不灵喽。好。小雅，你也不许说出去。是。真好吃。皇上，这是裹着糖霜的蜡烛造型糖人儿。这宣纸也并非真的，而是糯米纸。这怎么可能？吴大人，您也可查验一番。皇上，此物确实可食，无毒，似乎还有药的成分。启禀皇上、娘娘，奴婢内日观公主之症，面黄体瘦，喜食异物，此乃先天不足致气血亏虚之症。寻常汤药性偏峻猛，恐伤质子脾胃，加之公主验药去矣，奴婢这才斗胆以食疗代替药疗，将滋补之药溶于糕点之中，又请御膳房的公公将其制成蜡烛与纸张，以食代药，调和阴阳。皇上明鉴，荣泽兰身为医士，竟敢撕毁对方汤药，擅以市井杂食进贡金枝玉叶。宫闱医典明载，凡药食出入必3验其毒。今其无视祖制，将未经太医院审验之膳食呈于公主，犯欺君之罪。恭敬森严，若开此先例，恐宵小之辈借膳食投毒，危及天家血脉。皇上，太医院掌管6宫医政，若不严惩此等越矩之辈，何以立规矩于内廷？还请皇上严惩，褫夺其医籍，并逐出宫去，以正宫规。
皇上，奴婢虽然违背宫规，但治好公主也是事实，求皇上网开一面，不要将奴婢赶出宫去。皇上，荣一氏虽犯宫规，然其以时带药治愈公主沉疴，实乃医者仁心。冯大人所虑，实为社稷根本，然医道贵在变故，若因循守旧，遇疑难之症，皆疏于惩罚，恐陷皇室贵重于危境。臣斗胆请陛下念其救主之功，宽宥小过。如此，则太医院众因帝孝死力，欲即赶失其策，实乃皇室之福。那依你之见，该如何处置？将其贬为3等医师，罚去吉安所。一则彰公规之言，二则存医者恤民之心。他日若能痛改前非，再立殊勋，亦可循例卓法。那就这么办吧。谢皇上开恩。荣泽兰多谢宋大人今日仗义直言，此恩无以为报。他日宋大人若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，尽可开口。我对你无所求，只是单纯的想帮你。你若是不信，就当我是为了让你帮我保守秘密，礼尚往来吧。大人放心，只要大人所做之事与我无碍，泽兰定会替大人保密。你的意思，我要是碍你事儿了，就要与我为难了。你就不怕我拉着你一起死？大人若是想，今日便不会这么做。罢了，希望你别死在吉安所里，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在太医院再见到你。宋大人放心，吉安所本就是停尸间，停尸间里不缺我这具尸体，我一定会活着回来。泽兰，你连公主的怪病都可以治好，被贬去吉安所只是暂时的。以你的医术，说不定皇上哪天就把你召回来，委以重任了。苏叶，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。你要是有什么难处，一定来吉安所找我啊。自己都被贬去吉安所了，还假惺惺的说要帮别人。就是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多大的本事呢。苏叶妹妹，你可千万不要靠近吉安所，那地方是会闹鬼的。啊，冯姐姐，你可别吓我呀！真的，我没有骗你。吉安所是专门停放尸体的，听说夜里还能听见棺材里支架的抓挠声。之前被贬去的李医师，好像就是被吓疯的。是啊，后来他见人就啃，活脱脱成了吃人恶鬼。荣医师可千万要当心啊，别被那些怨气缠身的恶鬼勾了魂儿。你们不觉得这屋子里冷冷的吗？是，阴冷。没有吧，天快黑了而已。天哪，荣医师，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啊？该不会被鬼上身了吧？李医师走的时候也是这样，热水能驱邪。孙玉，快，别让荣医师中邪了。荣泽兰，你疯了！我荣泽兰从来不与蠢人论长短。热水能驱邪，也能烫烂搬弄是非的舌头。若再让我听见半句风，下次活的可就是化骨汤。还有，你记住，鬼未必能索命，活人才能叫你生不如死。你想干什么？吉安所停的是魏寒的尸水，存的是太医院3成的毒草，炼的是见血封喉的剧毒。你若是想做药人，
就尽管招惹。你，对了，方才泼水时不小心洒了些羊疹散，建议若你们觉得刺疼难耐，记得跪着来吉安所找我求解药。走了。容泽兰，费了这么大劲儿才把你弄走，绝对不会让你再分神。吉安所就是你的烧尸地。没事，这里只是破旧些罢了。我一定要尽快找到离开这里的办法，不能一直被困在吉安所里。老人家，请问您是这里的管事吗？老人家，我应该住在哪里啊？人呢？刚才还在这里呢。老人家走得还挺快。没见过尸体吗？我以为扎尸呢，您怎么也不出声啊？老人家。老人家，新兰呢？把这具尸体搬到棺材里去。我来帮您看看。还好没有骨折。您干嘛打我？我还不至于让一个女娃子给我敲伤。我既然已经来到这儿了，就绝对不会是个累赘。晚辈荣泽兰，前辈以后有任何事情都可以吩咐我。来，我扶您。哎，前辈，我到底住哪儿啊？前辈。